桃园一间高中的数理自由班，那像是发生老师霸凌学生的事件。这学生是伫咧网络看文章，讲家己去互老师讲话侮辱，已经有20外个人想要转班。即阵这校方是回应讲，已经咧调查。看起来正平静的高中学校团体数理自由班的老师，敢若是霸凌学生，伫咧网络顶破文讲，老师们以上学迟到、上课讲话、排名无达到标准、学习态度无好的理由考数学的成绩，抑个讲话侮辱学生。代志伫咧网络顶愈传愈大，连其他班的学生也听到这件代志。我觉得他教的还蛮认真，但是可能有些言语上面可能比较就跟那同学讲的一样，比较激动吗还是什么的？他们班导感觉就是比较严格，然后口语上就是对他们说一些不太友善的话，像是你也没用啊什么的。然后就觉得侮辱到他们，比如说你上课迟到的话，然后他就会跟你扣分，扣数学评成绩，但这两个是没有关联的。当时学生讲，即马规班已经有20几个人想要转班，也讲有一寡同学不甲学校甚至教育局投，也毋过拢无结果，只好用网络来发声。学校的书面回应讲，已经完成校案通报，开校事会议。进行调查相关事情，会好好处理所来代志，要求这班说明学校处理的情形。特别责请学校要改进老师的相关教学、辅导及班级经营的情形。对学生检举，教育局是讲，已经要求学校爱秉公处理，确实进行查处甲检讨。未来也会继续督导追踪学校甲学生说明沟通的情形，也个案件调查的进度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